括土耳其在内的19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于26日召开新疆人权状况会议，谴责中国严重侵犯东突厥斯坦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权，并呼吁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保护维吾尔人的权利。根据报道，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费里登辛里奥卢也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会议是由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在内的19个国家组织的。加拿大议会周二以258票对0票的结果通过一份议案，呼吁政府扩大特殊移民措施，为逃离中国镇压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提供庇护。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此次通过的议案是为了支持下议院移民委员会常识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称，加拿大需要为这些少数民族敞开大门，因为他们在中国面临持续的种族灭绝。荷兰外交部星期三证实，荷兰政府正在调查是否2处为中国政府服务的未经授权的海外进入服务点在荷兰运作。荷兰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在荷兰媒体新闻的报道说，发现2处类似地点后，当局启动调查，并称这些非官方的景点是非法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周三有引荷兰媒体的报道说，中国政府被指控在荷兰建立了至少2个未申请的公安厅，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卫卫士的一份报告说，中国2个省的公安部门在5大洲的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进入服务中心，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包括在西班牙的9个和意大利的4个。中共20大之后，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安全威胁与外交打压恐将只增不减。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绍光星期三在北京举行20大之后的首场记者会。习近平20大报告谈及台湾问题以及反贪渎说法入党章时，媒体提问最多的问题。他声称，习近平20大报告为对台工作画出了红色地线，展现了反对外来干涉和反对台独分裂的坚定决心，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倍生信心，为台湾同胞没负值的不变。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托卡耶夫表示，将用现代武器装备加强军队。托卡耶夫在首都阿斯塔纳的总部会议上宣布了选举方案。托卡耶夫指出，军队和整个安全网络将大规模现代化。他说，我们的士兵将获得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我们将加强我们的军队的形象。托卡耶夫还表示，哈国将发展国防工业，采取措施加强领土防协，提高军事训练质量和部队凝聚力。